轉來到咱台灣，昨有民眾賽車駛佇咧屏東南州交流道，發現講啊，有車卡佇咧平交道加載後壁車的駕駛有刺警示亮啊，才無造成意外。也針對這件代誌台鐵講要過來了解，不過根據道路交通處罰條例規範，車卡佇咧平交道、卡佇咧鐵軌路，上當會當罰駕駛9萬，更有可能封考駕照。黑車要過零聲已經等啊，已經放落來。鐵軌仔遐看到一台休旅車騎佇鐵軌路頂面。開車袂過啊？啊，伊無教堂個八股嗎？無路啊，着過啊。車頂有一個查某人落車看賣了後，結果坐轉去。這台車敢若互鐵軌仔騎掉咧，無法度捌久。車騎佇鐵軌路頂面的所在，佇咧屏東的南州交流道。昨仔早起轉來現場看賣，會使發現有警衛佇現場佇咧巡看賣。這邊鈴聲等了後，就到路口來看是毋是真正無車。由這路口的範圍較大，工作人員特別講，電路民眾佇號誌到了後也硬要過，所以也發生不哩一擺車騎佇咧鐵軌路頂面的這個情況。邊境可以把車子協助排除，對啊。如果排除不了，應該都可以啊。我之前有試過，幫忙過幾次。對啊，幫忙，大概5、6次。照這道路交通處罰條例來規定，駛車的人的行為強姦會妨罰上懸9萬塊，也可能互吊扣駕照，若造成黑車傷亡，甚至直接吊銷駕照。民眾千萬唔通安尼做。對這擺狀況，代替議員佇了解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